首次公開打造剝殼雞蛋無瑕肌，手殘黨都做到嘅秘訣。我以前一直追求乾淨無瑕肌膚，自從用咗呢部 Melashot 管理，我啲朋友話呢班淡晒，望落仲白滑咗添啊！經常按電源開機，識別膚色之後，可以使用手動或者自動模式，將識別膚色評測感應頭放喺手臂，等待5秒左右，展示 Short 嘅按鈕會轉為綠色，係已經完成識別。總共有5個 level， 我經常直接都係用 Level 3或者 Level 4嘅。Sunboom 嘅呢部 Melashot 唔係普通美容儀，係用醫療級 IPL 脈衝光直接打散底層黑色素，可以將啲殘年舊斑通通掃清。如果你想針對頑固色斑，可以喺同一個地方補打多次。雞蛋機嘅重點就係夠白滑，長按毛掣2秒之後，毛掣白色燈亮起，就會由手動模式切換為自動模式，開自動模式全念掃一次，將黑色素扼殺在搖籃。做完之前、做之後變乾淨白滑嘅分別超明顯啊！如果配合埋蝦青素、精華一齊用，淡斑效果提升2倍。大日子之前一定要做足準備。大家成日問我點解皮膚好咗咁多，你哋見唔見到啊 ？Before After 超明顯啊！大家一齊用 Melashot 管理，打造無瑕雞蛋機。而家跟我用1次 Pickle 價錢，喺屋企就可以無限次管理色斑。Sunboom Melashot 激推！